唱吧，因主的慈愛歌頌。寫於靈土100嘅第70天，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，喺過去10日裏邊，我哋從加拉太書同埋以弗所書裏邊繼續認識聖靈。聖靈係神嘅兒子嘅靈，係神賜俾每一個相信福音嘅人。我哋都係靠住聖靈得新生命，所以亦都係靠住聖靈來行事。我哋順從聖靈，棄絕肉體，因為我哋確知聖靈係我哋蒙受揀選嘅憑證。聖靈有賜我哋智慧同埋啟示，叫我哋合一，成為佢嘅居所，並使我哋內心嘅力量剛強起來。我們是神的兒女，蒙恩得救，哈利路亞。我們是應許的子民，聖潔完全，哈利路亞。聖靈是得救的印記，我永屬神，哈利路亞。嚟到第70天，我哋將焦點放喺以弗所書第4章1至3節。使徒保羅咁樣講：我為主作囚徒嘅勸你哋，既然蒙召行事為人，就要與你哋所蒙嘅呼召相稱。凡事要謙虛、溫柔、忍耐，用愛心互相寬容，以和平彼此聯繫，竭力保持聖靈所賜俾我哋嘅合一。我哋嘅蒙召係乜嘢呢？豈不就是凡事都行在聖靈裏邊嗎？而喺聖靈裏邊嘅人都會具有呢一個嘅特徵，就係竭力保持聖靈所賜嘅合一。的確，聖靈嘅能力同埋恩賜係叫我哋目眩神迷，因為神聖事物係從另外一個世界而嚟嘅祝福，而活喺凡俗塵世裏邊嘅我哋呢，又點能夠測透呢？所以我哋唯有謙虛自己，以溫柔同埋忍耐嘅態度嚟彼此相待，我哋就能夠從其他肢體嘅生命裏邊看見聖靈各種嘅工作，面對着我哋測不透嘅聖靈彰顯，嗰啲我哋無法解讀嘅聖靈恩賜，又當我哋領受聖靈嘅時候，會各執己見，呢一切，我哋都求主使我哋能夠用愛心互相寬容。我的靈魂吶喊，只求順從聖靈，奉耶穌的名，我願降服。今日聖靈嘅工作仍然奇妙咁樣運行喺我哋中間，所以弟兄姊妹啊，禱告我哋都能夠係謹記合一係聖靈要賜俾我哋嘅。換言之，聖靈嘅工作先至能夠帶嚟真正嘅合一，就好似各種嘅色彩，當佢哋合成喺埋一齊嘅時候，就成為白光一樣。而我哋各人喺聖靈裏邊不同嘅彰顯也是如此。因此喺基督裏邊，讓我哋同心咁樣宣告，聖靈賜俾我哋嘅就是合一。阿門。被聖靈引導，靠着聖靈行事，心只渴望領受神的國度。我渴想被聖靈引導，靠着聖靈行事，心只渴望領受神